况。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是前成大校长遴选议题的组织者吴心如。那今天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其实就东海、高一、成大。政大、清大、台大，其实长期以来，自2014甚至远推更久之前，长期以来，其实可以看得到，教育部在内部的行政官僚体系里面，作为一个教育主管机关的上层机关，它不但没有去好好的跟大学的校长、大学的校园去进行对话跟沟通，反而是希望学生跟校园去进行所谓特别权力关系之下的沟通。我想这是非常荒谬的。再来，教育部基本上是国家机器的一环，那透露检举人的个人资料，其实基本上是有所谓的涉及违法的可能性。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这一次高一的事件里面，当高教司提到所谓的公共利益，如果真的要提所谓的公共利益，请高教司公开公布自1994年以来大学法修法之后各校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那里面就是特权，那里面就是学法掌握了遴选委员会，而遴选委员会有权无责，没有人可以对他们就责，就产生了如2014年的成大校务会议跟遴选委员会的汉格，以及台大的个案，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在这里，我要求教育部高教司以及教育部部长进行相关部会的惩处相关失职人员，因为今天就是该部会的相关失职人员并没有好好的履行自己行政权上面的责任，而要求学生一个以弱势、以特别权力关系之下特别弱势的族群去跟校方做对话，这是非常荒谬的。再讲一次，教育部作为国家机器里面的一环，透露检举人个人资料是不耻，甚至是有犯法的可能。希望高教司司长，希望教育部部长都可以针对这几年大学法以及校长遴选制度去进行改革一下。好，谢谢成大的朋友。